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11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你着听清楚即个约的内容，然后甲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宣布。你着对因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毋听趁即个约的话的人，一定会受咒诅。即个约是我带恁的祖先出埃及，脱离柱体的火炉的时命令因的，讲：恁着听趁我的话，实行我所命令恁的，安尼恁就通成做我的子民，我做恁的上帝，通实现我对恁的祖先所立誓，将恁今仔日徛起即块老年甲密的地赐互因。我应讲：上主阿们。上主阁对我讲：你着去犹大的城镇，甲耶路撒冷的街路宣布，恁着切实遵行即个约的话。我对带恁的祖先离开埃及迄日到今仔日，一再严严甲因警告，叫因着听趁我的话。毋过，因毋但无要注意听，阁照因固执邪恶的心做代志，因为因毋照我的命令遵守即个约，所以我照即个约甲因刑罚。上主阁对我讲：伫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中间，有人计谋要背叛我，因阁转去犯因的祖先毋听趁我的话的罪，去服侍别个神明。以色列家甲犹大家拢破坏我甲因祖先所立的约，所以上主安尼讲：我要降灾祸互因，因无法度走闪，因甲我哀求，我嘛毋听。迄时，犹大逐城镇的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会去哀求因烧香服侍的神明。毋过，伫因拄着灾难的时，遮个神明拢袂当甲因解救。犹大啊，恁的神明亲像恁的城镇遐济，恁为着通见效的巴力所起烧香的坛，亲像耶路撒冷的街路遐济。耶利米啊，你毋免为着遮个人民祈祷，毋免为着因大声恳求，因为因拄着灾难的时对我哀求，我无要甲听。上主对犹太人讲：我所疼的子民，恁做遐济歹，还会当伫我的圣殿创啥物？恁下愿献肉，减就会甲恁消除灾厄，互恁心安欢喜。我上主捌甲恁号名做青喙无声，结甲规丛果子的橄榄树。毋过，当我要用雷公线呐烧因的树叶，讲断伊的树话，我上主万军的统帅甲恁裁正。毋过，当已经宣布要降灾祸攻击恁，因为以色列人甲犹太人拢做歹，用巴力烧香，惹我受气。上主指示我才知有人要对付我。我亲像一只要互人牵起刣驯良的羊仔，毋知因设计要谋害我。因讲：咱甲即丛树甲伊的果子拢毁掉，咱来甲即个人刣死，互人袂记得伊的名。我就祈祷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你监察人的心思念头，照公义审判。我将我的案件交互你，
求你互我看到你替我主持公道。阿那突人对我讲：你袂用得奉上主的名传达伊的话，才免死伫阮的手头。针对遐个要谋害我的阿那突人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要刑罚阿那突人，因的少年人要死伫刀下，因的后生查某囝要因为饥荒死。因连一个都袂当留地，因为我刑罚因的时，我要降灾祸互因。